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岑奕林。今日東北季候風依然會影響廣東沿岸，而有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可以見到。今日廣東沿岸嘅雲量唔算太多，喺日間我哋預期呢啲雲量都會逐漸轉薄，天色會好轉。至於氣温方面，去到6點左右，香港大部分地區嘅氣温介乎20至23度。我哋預期日間嘅氣温隨住天色好轉，我哋都會幾暖下。但係大家就要留意，一道冷鋒會喺今晚至聽朝橫過廣東沿岸，受到佢之後嘅強烈東北季候風同埋廣闊雲帶影響，我哋嘅風勢就會變得頗大，氣温會顯著轉涼，內陸地區寒冷，大家就要記得做好保暖嘅措施啦。所以返嚟香港，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初時部分時間會係多雲，日間大致天晴同埋乾燥。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上到去27度，新界會再高2-3度。風方面係吹和緩東至東北風。晚間漸轉多雲，吹清勁嘅北風，離岸同埋高地間中會係吹強風。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期聽日我哋會顯著轉涼，風勢會係頗大。去到星期三，市區嘅最低氣温大概下降至14度左右，新界部分地區會係寒冷。而去到本週後期，我哋嘅天色就會逐漸好轉，日間非常乾燥，氣温逐步回升，但係早上依然都係清涼嘅。大家就要留意天氣嘅變化，保重身體。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再見。